这颗星球没有雪晴的事。那是本王领地外来者。你的领地在哪儿？是个方向。找到了，那就灭了吧。要杀你也退荒了，去死！是吗？为本尊做10万年坐骑，可留一命。3000年了，13213颗星球，雪清，你转世到了何方？找到了，最后你还是重生在了故乡吗？小七，该醒了。爸爸，我们找了妈妈3个月，小七什么时候才能见到妈妈？快了，你才苏醒3个月，可是我已经找了3000年了。小七，有人在找你。我听到了，爸爸，这是睡觉无聊用法相伴的主持。神君大人，今年大夏境内暗流汹涌，您创建的武神殿也遭外敌染指，还请神君大人回归主持。这点小事你们自己解决，我要找妈妈。是。妈，我说过，不要再给我安排相亲了。你放心，赵家世代看守神殿，我一定会有。这个女人就是雪清。自我介绍一下，赵雪清，赵家现任家主，赵氏集团总裁，个人资产过10亿，武道实力名列50榜前10。赵雪清，你还记得我吗？我们之前见过。当然见过呀，妈妈，你可是小七的妈妈。小妹妹，你真可爱，不过认错人了。你叫什么名字啊？看来妈妈转世后失去了记忆，那正好帮她和爸爸重新培养感情吧。我叫叶小七，我爸叫叶晨。这样啊，先生，你是什么身份？在哪里工作？我爸没有工作。没有工作，离婚带一娃，你来跟我相亲，难道你的实力会相亲？相亲倒是前所未有的体验，重新培养感情也是一个不错的开始啊。不好意思，这里是13号桌，我走错桌了。走错，这才是缘分。去那位，送他去沙漠里服一番。这里是，我不会是在做梦吧？哎，他人呢？哎，老爸太粗心了，也不知道把号码变一下。妈妈，你没有走错。老爸，稳住啊！是我眼花了吗？哎呦，这不是我未婚妻赵雪晴吗？这么巧！雪晴，你来这儿吃饭怎么不给我打个电话？咱们约一下深入交流一下感情嘛。你我之间没什么可说的。跟未婚夫说话，这么见外干什么？周少，她是你未婚妻，看到我们约会不会打我吧？他敢！等结婚之后啊，你们2个一起伺候本少爷，谁伺候的好，本少爷就奖励谁。周少，你真坏！周星河，我警告你，你们周家的提亲我已经拒绝了，我不是你未婚妻。赵雪晴，没有我周家的帮忙，明日拜见大典，你必输无疑。到时你丢了神剑，赵家就得归顺周家，你也得给本少为奴为婢。神剑？难道是那把剑？妹妹，跟我一起伺候周少，多好！你算什么东西？滚！周少，看他当着你面哄我。赵雪晴，你别不识抬举，赵家没落，
要不是因为本少钟情于你，我周家早就可以吞并你赵家，将你强娶。是什么货色，也敢抢本尊的女人？你的女人？没错，他就是我未婚夫。未婚夫？就他算个什么东西？蝼蚁，你敢不敬本尊？哟，小子，你还挺拽啊！老子就要在这羞辱你，又怎么样？对我老爸不敬，你会折寿。折寿？你以为你谁呀？废物，软蛋！老子就羞辱你了，你折寿给本少看看！来啊，来！那就如你所愿。周少，你的头发变白了。我就说了嘛，对我老爸不敬，你会折寿的。你对我做什么？折寿20年。再有下次，就直接化成公主。就能吹！你刚使用我下家的手段，得罪了我们周少，你们死定了！周少是我们江城第一豪门继承人，第一武道天才，整个江城未来都是周少的。甭管你做了什么，整个周家都不会放过你。是我害了你们，我一定会保你们妇女周全的。妈妈，爸爸很厉害的，我们不怕他们。小杂种，让你爸撒泡尿照照自己是什么东西？得罪了周少，今天就算是天王老子来了，也是死路一条。你出言不逊，你被遭天谴的。哟，我好怕哦！我呸！刚刚是你们用了下三滥的手段，现在我们有所防备，不会中招。有本事要做天谴！天谴马上就到。我怎么变成这样了？菲儿，你怎么变成这样了？周少帮我！你们到底用了什么妖术？你不许胡说，这是仙法。少妖言惑众啊！本少今日不与你们计较，明日拜见大典，等本少获得神剑认可，你们赵家就等着被灭吧！还有你小子，明日有种一起过来，老子定让你死无！别说我爸爸妈妈坏话呀！你们惹了大麻烦了。周家是江城第一武道世家，权势滔天，周家主更是江城第一宗师，他们不会放过你们的。基本操作啦，妈妈不用担心我们。区周家不过是大一点的蝼蚁吧。对了，你们刚才说的拜见大典是什么？你不用管，拜见大典是我赵家的事儿，你跟我回赵家。周星河不敢在赵家的地盘动你们。好漂亮的房子啊！喜欢吗？喜欢你就住在这儿，给他们安排房间。姐，你不是在和周星河相亲吗？怎么回来还带了个什么人？一股子穷酸味，脏死！跟周星河相亲，是你们把我的位置告诉他的。周家一直想吞并赵家，抢夺神剑，你们怎么能？雪晴，你赢不了周少，联姻是最好的选择。作为家主，为家族做点牺牲怎么了？做人不要太自私了。数百年来，赵家都无人获得神剑认可，周少才是天命之人。赵家世代侍奉神剑，我拼尽一切也要守住。冥顽不灵，等明天周少获得神剑的认可，就能进入武神殿。到时候你想伺候周少都得排队。周家主到。我们等候周家主多时了，多亏了周家主，我们才知道传说中的神剑被赵家藏着。诸位客气了，神剑乃是上古神兵，传闻曾是武神大人的佩剑。赵家无人得到神剑的认可，理由拿出来让大家试试吧。就是，得到神剑的认可，就是得到武神大人的认可，便有资格进入那武神殿。
同神剑。千年前，本尊将他随手丢在此地，不知他可还认得本尊？神剑竟与武神殿有关，那可是屹立大夏之巅的超然势力，武者梦寐以求的圣地呀！我儿若是获得神剑认可，进入武神殿，那我郑家也能一飞冲天啊！江城年轻一辈，无人是星河的对手。待星河夺下神剑，我赵家愿归顺，与周家马首是瞻。还是伯母识时务啊！周少放心，等你拔得神剑，我姐一定会主动爬上你的床，而且我也仰慕你许久。赵雨蝶，你在说什么？神剑气运洪天是赵家的根，有神剑才有赵家。周家联合这些人抢夺赵家神剑，你们竟还讨好这些贱人，对得起赵家的列祖列宗吗？亏你列祖列宗的是你，与周家作对，你是想拉着整个赵家陪葬吗？本尊在此，周家可不敢动赵家。你小子还敢口出狂言！今日本少得到神剑认可，赵家就得臣服我周家，你的女人也将成为我的胯下玩物。神剑本来就是我爸爸的，才不会认可你呢。你爸的剑，那是武神佩剑，上古神剑。你爸站在那神剑的下面，都要被吓得尿裤子吧？神剑，就算是武神本人来了，也得给本尊俯首跪拜。放肆！不敬神剑，还敢蔑视武神大人！还真是胆大包天呢！敢侮辱武神大人，在场的所有前辈都不会放过你，甚至整个江城都没有你的容身之地。雪晴，你是从哪里捡回来这么一个风乞丐？在场哪一位不是身家上亿、武道高手？神剑更是上古之宝，受万众追捧，他算个什么东西？竟敢在此口出狂言，扰乱拜见大典！来人，将他的双腿打断，扔出去！你们敢？就凭他们！这一定是神剑震怒，大典在即，神剑不惜扰乱，这次算你走运。这里全归云集，你不要再说了，不然我也难保你周全。赵雪晴，你还想保这个废物？罢了，等本少获得神剑之后，当着你的面废了他。拜见大典开始，让本少来试试这上古神剑。后山，这拜剑台，我竟连第1层都无法踏上，让我来试一试。神剑竟如此霸道，将宋城灰飞烟灭了。你们全都不行的，除了我爸爸和妈妈，你们都没有资格得到这把剑。小七，神剑有灵，赵家数百年来都没人能获得认可，我也不行。只要你想，我让他认可。死到临头还在这吹，你以为你谁呀？想让神剑认谁为主就认谁为主？好了，你不要再说了。不过我会靠自己的力量守住神剑。好，那你先玩吧。哼，你们没这个机会了。本少现在就让神剑认主，等我得到赵家，一定让你跪着伺候本少。神剑大人，让我来侍奉您吧。如此轻松，踏上拜剑台4层，赵家数百年最天才之人，也不过才第5层。星河，为父助你一臂之力。强的内力，周经纬已经到了大宗师级别。什么大宗师？这是江城第1位武道大宗师啊！周家主，你这是在做什么？拜剑大典有说不让人帮忙吗？你也可以找人帮忙，前提是有人帮你。卑鄙！不是。第10层了。已经踏上第10层了。我儿子天赋已经是在场数1数2了，才踏上第2层。周星河真是天纵之才啊！这
这肯定是个意外。周少刚才都已经踏上第10层了，仅差1步就能获得神剑认可，下一步就能拔出神剑，加入武神殿了。雪清，你还不快过来给周少磕头认错！他有宗师相助，我该怎么赢？不用担心，有我在，你想赢我就让你赢。笑话，你能帮赵雪晴赢过本少？大言不惭！没想到现在在我身边的只有你。小七也在，妈妈别担心，爸爸会帮你赢的。你帮不了我，你现在就带着小七逃得越远越好，快走！想走？怎么可能？把这里给我守死，一只苍蝇也别让飞出去！赵雪晴，该你了。没事的。放心，我姐最多上到第5层，她赢不了。输给周少不丢人，成为周少的女人那是你的福气啊！雪晴，你别再执迷不悟了。赵雪晴，5层台阶后的每一层都难如登天，你赢不了我的。赵家世代侍奉神剑，就算我失败陨落，也绝不会对你奴颜婢膝。妈妈，不要太勉强了。雪琴，我来帮你，拔剑而已，不费吹灰之力。不要过来！神剑威压范围内，武师都寸步难行，普通人贸然踏进，只会瞬间暴毙。你快走，走得越远越好。连累你1次，不能再害你第2次。叶晨，快走吧。雪琴，你不信我？这是我赵家的事儿，与你无关。你走。你一个底层的贱民，屡教不改，还敢亵渎神剑！在场这么多武道天才都拔不出神剑，你是个什么东西？敢在这儿大放厥词！一个最底层的废物，别说拔剑，就算手指头碰一下拜剑台，都会变成残废。无知蝼蚁，本尊拔剑无需登台。赵雪晴，你再往前走就是死路一条。成为本少的人，我还能饶你一命。成为周少的女人不好吗？真蠢，非得自己就送死。要不是因为你，雪晴早就嫁给周少了。都是因为你害了雪晴，你这个灾星，就是个贱狗。来人，赵雪晴这一次必输无疑，将这个废物给我拿下，给本少爷磕100个响头，直到把他头给我磕破。哼！赵雪晴，你输了，神剑是本少爷的了。不过，本少爷再给你一次机会，当着在场所有人的面，把本少爷伺候舒服，本少还能饶了你和赵家。有我在，你想赢我就让你。我怎么还抱有这不切实际的幻想？但是我现在真的很需要奇迹。爸爸，你快帮帮妈妈！龙神剑，你可还值得本尊？神剑出鞘了！这怎么可能？他真的拔出了神剑？这本是我的剑，拔剑自然不费吹灰之力。妈妈，我们赢了耶！难道这把神剑真的是他的？他的剑绝不可能，神剑是上古神兵，武神大人佩剑，跟他一个废物有什么关系？神剑一动出鞘，一定是看中了我儿星河。说的没错，周星河天纵之才，这里只有他能引神剑出鞘。这可是数百年来都不曾有的景象，周少真的是天命之子啊！神剑是受本尊召唤出鞘，还敢大放厥词！神剑明明为本少而动，你屡次羞辱神剑。作为被神剑选中的人，本少今日必将你斩首示众。周家侍奉神剑，本家主也该出手。3番5次坏我好事，去死吧！神剑住手了！什么？神剑在帮叶晨这个废物？不可能！我才是被神剑选中的人，神剑怎么可能帮这个废物？神剑本来就是我爸爸的，当然帮爸爸啦。放屁！
我们赵家守护神剑数百年，他能有几百岁吗？定是他屡次侮辱神剑，惹得神剑震怒，真是罪该万死。没错，他如此嚣张狂妄，肯定是神剑都看不下去，要亲自斩杀他。对，一定是这样的。俺辈周星河，神剑新任侍奉者，让神剑大人一直被这个废物羞辱，是在下办事不忠，还请神剑大人严惩叶辰。被神剑刺死，还不跪下磕头谢恩！叶辰，你快躲开！妈妈，别听他们胡说八道，爸爸没事的。神剑居然落在他手里了！这一幕，我好像在哪儿见过。看来你还识得本尊。你这个废物，不许玷污神剑！只有本少才配侍奉神剑。神剑有周家师傅，你这贱民也敢染指？交出神剑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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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神剑以认叶辰为主，你们想要干什么？他一个废物，神剑怎么可能认他？你这个贱人，现在还在袒护他，那就别怪本少了。去，他也是你的主人。神剑，这是要帮我吗？耶，妈妈真厉害！神剑怎么可能让这个贱女人使用？周少息怒，周少息怒，这一定是神剑念在我赵家侍奉数百年的份上，特意破例出手一次，保护雪晴的。就是，我姐根本配不上这个神剑。雪晴，快把神剑物归原主！我还能够使用神剑，难道他认我为主了？只要你想，你就是他的主人。雪晴，不要惹了众怒，把剑给了周家，还有缓和的机会。赵雪晴，快把神剑物归原主。神剑以认我为主，拜剑大典结束。诸位在江城都是有头有脸的大人物，难道想要毁约？当然，如果有人不惜颜面想要抢夺，我奉陪。小七，奉陪。加入信守承诺，神剑由你暂时保管，他日周家定来取回。爸，就将神剑给这个贱女人了？闭嘴！赵雪晴有神剑的加持，实力暴涨，你要急于一时，我们有的是机会。走。我能使用神剑，但我感觉不到任何联系。他并不忠于我，他的主人似乎另有其人。赵总，以周家为首的各大家族集团现在更加疯狂地争夺赵氏，公司情况危急。我给你500万，你带着小七离开吧。为什么？周经纬已成大宗师，江城无人可敌，赵家现在自身都难保，我们萍水相逢，我不能再害你们了。区周家毫无危险，随手可灭。小七不走，小七不想再离开妈妈了。好的，合作愉快。赵总，女王宫门下的夏冰月知道了今日事迹，对赵总您很是夸赞，主动提出与咱合作呢。什么？夏冰月？太好了！夏冰月享誉国际，她背后的女王宫更是名震大夏的超级实力。与夏冰月密切合作，等于和她背后的女王宫合作。这样一来，赵氏集团不仅能起死回生，还能更进一步，再也不怕周家了。秋叶，明天在云天酒店宴请男生名流和记者，举办签约仪式。是。小七也想看明星。行，明天带你去。耶！说什么？发生什么了？一惊一乍的。夏冰月她失踪了。夏冰月失踪了。监控显示，夏天后是自己出的门，然后一直没回来，人也联系不上。赵总，
说这可怎么办呢？这夏冰月不到场，前月宴就全黄了，更没办法向女王宫交代。爸爸，我们去帮妈妈找夏冰月吧。好。他们什么线索都没有，去哪儿找啊？别管他了，还有2个小时，立即调动所有人脉资源，一定要找到夏冰月，同时也要做好最坏的准备。赵总，夏冰月是国际天后，背后有庞大的粉丝群体，背后更是有女王宫作为支撑。一旦公布，女王宫震怒，赵氏集团将会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。尽人事，听天命，快去办吧。调查夏冰月踪迹。武神大人，近日倭国分子肆无忌惮，甚至公然挑衅武神殿。神女大人要找妈妈，圣上把我的汇报放在心上，调查夏冰月踪迹，孙尚在执行。我找到了，钱什么时候到位？等赵氏集团的宴会结束，钱就到账，但人不能死，得加钱，双倍。哦，明天你还要陪我们再演一场好戏，让我救走夏冰月。好，没问题，合作愉快。放过我，你们要钱，我可以给你们钱。这就是大夏国际天后夏冰月，可真水灵啊！这皮、这脸蛋、这身材，拿给我，拿给我！哦，这女王宫的极品美色摆在我的面前，这叫我怎么忍得住？既然只要活口，那就先让我来爽一下！你们先排好队，待会儿一个一个来，我等誓死追随黑煞大人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谁能来救救我？求求了，谁能来救救我？夏冰月，在这儿。你就是夏冰月。你们是？我们是来救你的。救人？就你们俩？没错，这个人罪有代价，立刻滚，留一命。放肆！敢在黑煞大人面前嚣张，你可知道我们的来历？哦，说来听听。我们来自诸神殿，小子，怕了吧？我们随便一个人手上都沾着大夏武道高手的血，我们黑煞老大更是刺杀过武神圣殿的大祖师。小哥，你们不是他的对手，你快走，给女王宫的人打电话，会有人来救我的。夏天后别怕，我老爸超厉害的，他们不是对手。放我！我弄死你！哎，等一下，先别杀这小子，让他在旁边看着我们玩夏冰月，弄完了再杀。老大，好主意啊！小子，能欣赏夏天后被我们玩，你也是死了其所，还不跪下谢恩？给我把这小子拦住，让他在一边好好的观摩。畜生，你们都是畜生！的确畜生，所以这就送你去投胎，下辈子当畜生。啊？什么？送我们投胎当畜生？哎，你以为你是谁？阎王吗？你别逞强了，你不是他们的对手，快走！闭嘴！这里是他想来就来、想走就走的地方吗？啊！来啊，小子，来表演一下，我看你怎么让我去重新投胎，再不出手可就没机会了。小子，这不是挺牛吗？来，让我投胎啊！爸爸，快教训他们！快走，快走！我怎么动不了了？我们动不了啊！喂，我怎么对你小孩呢？我跟别人小孩，你到底对我们做了什么？大家路，王爷路，分开耶路，快将我恢复！我的诸神剑，地面你全毒！这是幻觉吗？
我得救了，谢谢你救了我。你是？夏天后，我们一会儿再说，先回去参加签约宴。签约宴只剩下3分钟，来不及了。3分钟，够了。你是神仙吗？哎，赵总，夏冰月的踪迹找到了，在哪儿？多久能到？在东海一个无人的荒岛上。什么？就算立刻派直升机去接，明天才能回到江城。今天的签约宴彻底完了。我看不用等了，夏天后来不了了。是你做的，抢夺神剑不成，竟然绑架夏天后，借此毁掉赵氏集团。各位，我赵家刚刚得到一个不幸的消息，夏冰月夏天后失踪了。这一切都是赵氏集团的失责。赵总，请给我们一个解释。如此严重的失误，赵总，你要向夏天后的全体粉丝谢罪，向女王宫谢罪。赵总，你也太让人失望了吧！惹怒女王宫，你等着完蛋吧！我们与贵公司合作取消100亿订单作废，赵氏集团倒闭去吧！李总，雪晴，你又闯祸了！我们赵家是要亡在你手上呀！姐，你赶快卸任赵氏集团的总裁，向女王宫请罪。我会带领集团加入周氏，尽力挽回损失的。赵雪晴必须卸任。赵雪晴，这就是你得罪本少的代价。等本少吞噬了赵氏之后，会亲自将夏冰月接回来，和我周家签约合同。难道就只能到此为止了吗？爸爸，我们去帮妈妈找夏冰月吧。好。飞尘，小青，我也很期待奇迹再次发生，但这一次不可能了。夏冰月都不在国内。妈妈，爸爸找回夏冰月啦！你爸，你个废物东西，你指望他，还不如指望一条狗呢。他要是能把夏冰月找回来，我立刻跪下给他磕头。老爸，快来，有人要给你磕头。是夏天后，夏天后没有失踪。对，这不可能啊！他真的把夏冰月带回来了。那可是在东海荒岛有诸神殿杀手啊！赵总，他居然真的做到了！你究竟是怎么办到的？小七也帮了吗？和爸爸一起救回夏冰月的。让各位久等了。夏天后，我们都还以为你失踪了，没事就好。怎么可能？我们迟来是准备了一个大消息要宣布。大消息？大消息！我决定将与赵氏集团的合作规格提升到女王宫最高级别，合作期限延长，并且我个人不收取合作费用。什么你？夏天后，您说的是真的吗？按您的标准，女王宫的最高合作规格，每年合作费可是高达50个亿啊！50亿！夏天后，那合作愉快，咱们签订新的合作。是女王大人的电话。是女王大人的电话。女王大人，您肯定已经得知我失踪的消息，我现在安全了。救你的人叫什么？叫叶晨。真的是孙尚，我终于找到你。妈妈不要救家柔柔。
你和本尊女儿差不多大，你也找不到妈妈了。妈妈、爸爸都不要我，奶奶说我是个废贱货，家里只有弟弟。来，与其依赖别人，不如靠自己。跟本尊走吧。夏冰月，没想到你有幸见到了尊上，我现在任命你为女王宫当代圣女，留在尊上身边，为奴为婢，满足他的一切需求。什么？没有尊上，就没有现在的你。女王宫的一切都是尊上的。尊上，他到底是谁？亘古至今，长生永存。我知道你现在很难理解，但是记住我的话，留在尊上身边，是你这一生至高荣耀。尊上，请让我留在尊上的身边，服侍你。夏天后，他要服侍叶晨。夏天好，你事务繁忙，快签完合同，我派人送你回去吧。好。你们高兴太早了，各位，这个夏冰月是假的。什么？你说夏天后她是假的？没错，据我周家得到的消息，夏冰月被绑在东海荒岛，就算得救，也要等到明天才能到达江城。现在怎么可能在这儿？赵总，你竟然戏耍我们！姐，你怎么能这样呢？欺骗大众，赵家的脸都被你丢尽了。他肯定是真的，和电视上的夏冰月长得一模一样。各位，现在整容行业这么发达，一头猪都能整成人样，整成夏冰月很难吗？我是假的。敢假冒女王宫夏冰月，你可知后果？现在立刻跪下认错，自毁容貌，还能饶你不死？谁给你们周家的胆子，敢质疑我的身份？一个整容假冒的贱人，真以为自己是夏天后，敢在这儿对周少大呼小叫，挑嘴！你是什么东西？女王大人刚刚任命我为当代圣女，侍奉尊上。女王不在，我就是女王宫之主，可行使最高权力。女王宫圣女，圣女在女王宫可是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。她说自己是圣女，你们就信了？女王宫孙女王会让圣女伺候这个废物？假冒夏天后还妄称圣女，你们两个等死吧！周少说的对，女王宫圣女会伺候她，谁信啊？大胆敢对尊上不敬！哼，你们也敢瞧不起我老爸？难不成你还想说她的身份比孙灵柔孙女王还高？孙灵柔，她已经是女王宫的女王了，那她见了本尊，确实应该俯首跪拜。真是胆大包天啊！女王宫是何等超然存在，侮辱孙女王，谁也救不了你。尊上所说属实，我看是你们找死。我一通电话，女王宫的人脉势力就会把你们周家封杀。封杀周家？你就算是真的夏冰月，那也不够格呀！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我周家已经攀上了钱家，钱少今天就会来到这里，与我周家签订签议合同。签议合同？钱家？难道是？没错，正是执掌大夏财神府，大夏首富钱财神所在的钱家。财神府，钱富贵，钱胖子吗？尊上，老奴没什么本事，一身爱财，这是财神令，可调用财神府万亿财富，大夏所有银行通用，求尊上收下。钱胖子现在已经是大夏首富了。财神府是大夏第一财富，周家竟然搭上了财神府。赵雪晴，本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成为本少的，否则赵家就等着被灭了。雪晴，
行，快答应啊！周家得财神府看中，那可是大夏首富势力，掌握大夏经济命脉，也可定我们赵家生死呀！就是啊，姐，你傻愣着干什么呀？你要想跟这个废物一起死，别连累我跟妈呀！我一定是疯了，仅希望他能帮我。那可是财富滔天的财神府啊！区区财神府，你想合作，轻而易举。没错。孙少，你有财神府的人脉？满嘴大话！这个废物要是有财神府的人脉，他怎么可能会是一个无业游民呢？赵雪晴，看看这是什么？财神府的私宴邀请函。财神府私宴，如果能跟钱财神说上话搭上线，那我赵家定能跻身南省府一流家族。周少，你是不是马上要进入大夏富豪榜了？你会看见的，田少可是很看重我的。睁大你的眼睛，好好看清楚，这可是财神府的邀请函。再看看你能给雪晴带来什么？一次次的坑害我赵家，除了吹牛，你还能干什么？哎，他如此猖狂，说不定还真能拿出来更高级的邀请函呢。邀请函我们令牌倒是有的。这令牌好眼熟呀！这是执掌财神府、任意调遣大夏银行资金的财神令。孙尚竟然有财神令，他的身份远超我想象。长安得此令，可掌管财神府，支配万亿财富，连大夏国主都得敬让，是无数人梦寐以求。你怎么会有？是钱大神送给我爸爸的。雪晴，这令牌送你。财神令，如此至高无上的宝贝，依晨，你怎么会有这种宝贝？他就是一个路边乞丐，就在叮当起，他怎么会有这种东西？财神令，你真是笑死我了！你是把我当傻逼吗？你真要是财神令，我就倒立吃屎！啊，这不是财神令？当然了，这怎么可能是真的财神令？这东西除了首富钱财神以外，谁配拥有？小子牛逼呀！不仅找人假冒圣礼，连财神令都敢伪造，你是真不怕死啊！是，他就是一个废物，毫无背景，怎么可能有财神令啊？你就只会这种下三滥的手段吗？财神令都敢造假，这事儿传出去，你将死无葬身之地。小子，你虽然是个蠢货，但你的胆子，老子佩服。无知蝼蚁，跳梁小丑，区区财神令而已，即便是真品，本尊也瞧不上。月晨，这令牌，妈妈放心，这钱豹子1000个胆子，他也不敢骗老大。老子竟然侮辱钱财神！真品，拿来吧你！竟然抢夺财神令，神令要是有一丝一毫的损伤，周家就此灭族。灭族？就这破烂玩意儿？钱胖子的财神令在我身边已12载，已成神令，你若损坏，必遭反噬，钱财散尽，家破人亡。所以说，还是你会吹，你怎么不说你是天上的老神仙呢？嘿，还天道反噬，你辱骂天道，被天打雷劈的是你才对。我现在就揭穿你这个废物的骗局！我倒要看看这个假东西是怎么把我周家被天道反噬的！解除神令，神明降灾。这真的是财神爷啊！钱总，你要找的人在南省江州赵家。找到尊上了。对，已经改航线回国。好。神令受损，天道动怒，恶人找死，今日与尊上不敬。快，以最快的速度赶到江城。是。宝山，你在南省对吧？立即备上厚礼，赶往赵家拜见尊上。爸，你可是首富，这尊上是谁呀？
使得您如此敬重。闭嘴！没有尊上，就没有田家，更没有财神府。立刻滚过去，看看何人找死，敢对尊上不敬！神灵破碎，天道动怒，是江城附近，这时有人对主上不敬。下令前方道路交通管制，无关车辆一律靠边让路。是。神灵受辱，天降灾厄，人对尊上不敬。传令，武神殿神邸随我去拜见尊上。这怎么可能？这天上掉钱了，这怎么回事？怎么会凭空掉钱呢？这些都是真的。冥币，我这怎么都是冥币啊？周少那儿怎么全是冥币啊？只有周星河附近是冥币，这真的是天谴吗？你完蛋了，天谴要来了！大家别慌，这些都是他的戏法。这种魔术我早就看腻了。没错，这不过就是低等的魔术罢了。装神弄鬼，如果真要有神力，怎么可能一碰就会碎？肯定是假的。你的骗局啊，已经被周少给拆穿了。神令已碎，周家已沾染因果，天道粉饰才刚开始。叶晨，神令都被我踩碎了，你还装什么？闭嘴！还敢出言不逊！神令已碎，钱财神必定会第一时间赶到，你们死定了！到时候可别哭着求饶。你也配提钱财神？财神府的人今天就会来跟周少签约，就等着死吧！叶晨，你不是说我周家会遭到钱财散尽、天道反噬吗？但是我周家攀上了钱家这棵摇钱树，蒸蒸日上。你随便撒点冥币就是天谴吗？就是啊，刚才不过是天道给你的警示，3息之内，天谴必至。啊！老子就看看你还能耍出什么花样！怎么回事？怎么可能？全是冥币！不可能！真有天谴？怎么可能有天谴呢？不过是巧合而已。冥顽不灵，你们周家就坠入深渊吧！你们全家都要完喽！还敢口出狂言啊！真以为本少爷没有脾气是吧？来人，给我抓起来！周少出大事了！你投资建立的工厂被雷劈了！什么？工厂起火爆炸，里面的货物全烧了。明天我们交不了货，要赔偿100亿！怎么会这样？周少，出什么事儿了？周少，您的别墅被雷劈了，金库里的50亿现金全都变成了冥币。又遭雷劈了？怎么变成冥币了？难道真的有天谴？不可能啊！如果有天谴，我怎么没事啊？你，周少，怎么回事？这是怎么回事？耶，换被雷劈啦！真的有天谴！叶晨，你到底对周少做了什么呀？周家家主是大宗师，周家更是得财神府看重，你们不怕死吗？你们还敢口出狂言！尊上，你看着办。是。今日所有对尊上不敬者跪下道歉，否则我将代表女王宫。算什么东西？能代表女王宫？把我杀了他！杀了他！大庭广众之下在这里下跪，
周家的脸都被你丢完了。妈，我知道错了，但我的腿站不起来了。闭嘴吧，来人，来给我弄出去！周家主，周少的事跟我们没有关系，都是这小子。小子，你对我儿子做了什么？周家主息怒，这不是叶晨做的。本尊什么也没做，是他陷入神力，遭受天谴。你儿子双腿残废能活下来已是幸运，但功力全废了。你说什么？我儿子武功尽废！儿子武功尽废！周星河对尊上不敬，被天道反噬，是他罪有应得。周经纬，你想干什么？你给我滚开，否则我连你一起解决！解决我？你敢？我乃女王宫当代圣女，对我出手就是与女王宫为敌。老道的口气，冒充圣女，其后果你可知？女王宫圣女之位一直空缺，你竟敢冒充圣女，恐怕女王宫的人很快就会到。你可想好了，你等会儿如何谢罪？此人废了我儿子，今天谁敢来我必杀之！周星河遭天谴，是他咎由自取。你若迷途知返，向尊上跪下道歉，或许还能保你周家。你周家还会遭天谴的。遭天谴啊！那你说说，我周家会有什么下场？钱财散尽，家破人亡，世代乞讨。无知蠢货！周家得财神府赏识，即将签订1000亿合同，你竟说周家会钱财散尽？如今江城，周家就是天呐！天谴？你算什么东西？你能代表天？这是亵渎神力的代价。你若再敢对本尊不敬，周家灭族！小子，你是我见过最能装的。灭族？灭我周家呀！就算南省的魁首来了，也办不到。你算什么东西？大家这是幻觉吗？放肆！你还敢对尊上不敬？尊上说灭你周家，就一定灭你周家。那你让他快出手啊！我倒很想见识呀。但是如果他办不到，今天你们休想活着离开这儿。既然你想见识，那本尊便如你所愿，1分钟灭南省周家。1分钟？你知道我周家有多少人吗？就算是女王宫财神府那样顶级那大势力出手，1分钟他也办不到。女王宫的确办不到，但若是尊上，1分钟都多了。老爸出手，这面子鸡。你真以为他是神仙吗？大言不惭！1分钟能灭周家，也能灭我郑家吗？有本事1分钟也灭了我宋家呀！加上我南省李家，也加上我南省鲁家。既然你们愿意共进退，那本尊成全你们。叶晨，叶晨，你现在得罪了在场所有的世家权贵，等死吧！雪晴，你现在还选择跟他待在一起，是准备等死吗？雪晴，这可是最后的机会了，难道你想连累整个赵家，想一起陪葬吗？叶晨，你得罪那么多豪门世家，夏冰月也保不住你的。雪晴，今日不是我得罪他们，是他们得罪我，你相信我吗？妈妈，爸爸很厉害的，你相信爸爸？我相信你，可是妈妈，这看着时间还有30秒。哼，我儿子被他害成这样，你竟然还相信这个废物！今日你们赵家陪葬！孽女，你这是想害死我呀！我今天就跟你断绝母女关系。从今天起，你不是我姐。还有20秒。哎，你吓唬谁呢？啊，电话也没打，人也没喊，你不会真打算靠意念灭我全族吧？有些人呀，就是大话说多了，张口就来。等一会儿时间到了，我看你怎么露馅。你们真是无可救药了。无药可救的是你，就算一个正常人都能听得出来，说的话有多不靠谱。你真是被诸神殿的劫匪干坏了脑子，上你就会知道自己有多愚蠢了。
时间到。想看死我呀！这点事都做不好，还来干什么？当什么护士？去大国孙子做鸡算了！快救我！啊！他妈的，哭个屁呀哭！能被老子玩，是你的福气，懂吗？知道堂哥周星河是未来周氏集团的老总啊！啊！哈哈哈哈救我！这样。叫什么？我儿子呢？骨灰！你是不是给我儿子干傻了？说话啊！他在哪？我难受。时间是到了，但是什么也没发生啊！你想灭我周家全族，你小子还真敢说！家主出大事，老太君他死了，化成骨灰了。你说什么？啊！别让你祸害我妈的，我都没去现场。周总，公司出事了，少峰他死了，成骨灰了。死了？怎么死的？谁让你火化的？还有周董事，他也死了，变成骨灰了。啊！出什么事儿了？石金孙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一个念头即可。这不可能！周兄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医院传来消息，我妈死了。周书记，你母亲本就病重，去世了也证明不了什么吧？公司又传来消息，大量的周家人都死了。什么？现在你相信了吧？周家真的出事了，尊上发话自然会应验，出事就出事，有何大惊小怪？真的应验了。啊！你可别被他给骗了，一个电话而已，能说明什么？现在诈骗那么高级，说不定他之前就是搞电信诈骗的。是啊，现在的诈骗电话太常见了，刚才的电话说不定就是他捣的鬼。几通电话而已，不能现在下定论。各位说的有道理啊！一句话，几个电话，你就想吓唬我，痴心妄想！死到临头还不自知，死到临头的是你们！哼，财神夫人马上就到，到时候周家将会一飞冲天。签约结束，我再找你们算账。啊，根本用不着你出手，这个废物伪造财神令。财神府的人呐，肯定不会放过他。是，就算钱胖子本人来了，也得向本尊跪拜。叶晨，妈妈，爸爸说的是真的。你大胆，敢对前财神不敬，你是在找死！财神府前生到。是钱
财神的儿子钱宝山。没错，他在财神府的地位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，将来最有可能继承钱家。江城郑家见过钱少。谁是周家家主啊？我是周家家主周经纬。这是我儿子周星河。听闻周家属突破大宗师界，少主周星河天资卓越，财神府对周家未来看好。你儿子这是什么情况？怎么坐上轮椅啊？这是一场意外，很快就能恢复，对未来的潜力没有任何影响了。那就恭喜周家，这是价值1000亿的合同，真是1000亿合同，以后江城以周家马首是瞻。雪晴，这可是财神府的合同呀，你快认错道歉，祈求原谅，赵家可能还会有一线生机呀。谢谢钱少，我周家一定不负财神府的期待呀。本少刚到这里就听说有人闹事儿。钱少，就是这个废物，他呀满口大话，以下犯上，甚至想要破坏周家和财神府的签约，还藐视钱家，拿出来一个假冒的财神令。原来我爸说的就是你！原来我爸说的就是你！不知天高地厚，你知道自己犯了多大的罪行吗？贬低钱家，破坏签约，甚至侮辱财神令！不是这样的，侮辱财神令的是这雪晴，这小子侮辱财神府，死定了！你还帮他说话？钱少，我劝你对我家尊上说话客气。大明月，哎呦，你居然跪舔一个底层废物，带以你女王宫的身份，今日也休想阻拦本少！如果是女王宫圣女的身份呢？圣女，女王宫圣女之位一直空缺，假冒圣女则是死罪。钱少，这个是整容假冒的，真的夏冰月啊，现在被绑架了，不可能出现在这儿啊。那本少就替女王宫处置了你这个罪人。女王公到！女王宫的人怎么来了？一定是他，假冒圣女，被女王宫的人发现，你完了！女王有令，夏冰月为女王宫当代圣女，赐圣女令。叶晨说的都是真的。放屁！圣女怎么可能伺候你这个废物？她一定是个请的演员，她连财神令都敢伪造，伪造一个圣女令又有什么问题呢？没错，他就是一个江湖骗子，在宴会上妖言惑众，还打算欺骗钱少，真是罪该万死！大胆！你们居然敢侮辱圣女令，是想与女王宫为敌吗？圣女令都不认识，真的是瞎了眼！哼！今天就算是女王亲临，此人我也杀定了。你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，这是我爸都敬仰的存在。他大发雷霆，叮嘱我狠狠惩罚你。哦，钱胖子就是这么跟你说的吗？找死！钱财神乃是大夏第一财团掌权者，大夏首富，你敢出言不逊？真是不知死活呀！今日我钱家与你不共戴天。叶晨，你不要再说了。雪晴，你放心，今天的事钱胖子必须给我交代，否则财神府就此除名。放肆！让钱家出名，就算是当今国主也不敢说这话。钱少，此子口无遮拦，罪不可恕。我这就叫人砍下其头颅，以此来消除钱家属的怒火。那就交给你周家处理吧。我劝你，还是等钱财神来了再行事，否则我怕你后悔。你肯定会后悔的。后悔？如果我爸到了，就不是当场诛杀你，而是灭你全家。到时你就会后悔今天没有早点死。住手！畜生，把你干死吧！爸，你打我！闭嘴！晚辈周家周星河，没想到我周家和财神府的合作，财神大人竟然亲自光临。不过在如此重要的场合，居然有人肆意妄为，甚至贬低财神府。何人如此大胆？就是这个废物，嚣张至极，不仅侮辱钱少和您，而且还伪造财神令。不过财神大人您放心啊，我等会儿就命人将其拿下，给您磕头道歉。
给我闭嘴！财神大人，你息怒，我知道让其磕头道歉还不够，我等会儿就命人将他的头砍下来，给您奉献上。让你闭嘴！混账东西，你可知道他是谁？他不就是一个小镇之一的垃圾吗？你是垃圾，你全家都是垃圾！老奴拜见尊上。老奴拜见尊上。就算是钱胖子本人来了，也得向本尊跪拜。财神大人真的跪在了叶晨面前。妈妈，爸爸没有骗你吧？财神大人居然给他跪下！居然给他下跪，一定是哪里搞错了。此事与老奴无关，求尊上明察，给老奴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。起来吧，此事就交给你处理了。是。知道你自大独脑，轻佻浮躁，没有想到你竟然钱宝山。从此我们断绝父子关系，失去继承资格，逐出钱家。爸，不要！凡是对尊上不敬的，就是我钱家为敌，与财神府为敌。今天，凡是对尊上不敬者，钱财神定要他付出代价。江城郑家有眼不识泰山，冒犯尊上，求尊上饶命啊！江城宋家有眼不识泰山，冒犯了尊上，饶命！周家罪不可恕。钱财神，我承认你们财神府富可敌国。今日在场的豪门权贵，一句话便可定夺生死。可是我们周家的倚仗，从来都不是财神府。你的倚仗无论是谁，今天都得死。武神大人，女王公、孙女王他们怎么都来了？老奴李无敌拜见尊上，拜见神女。这怎么回事啊？武神大人还有孙女王都给他跪下。叶晨的身份居然这么了不起，武神大人都给他下跪，一直想要参下他的血亲，我真是想得艳阳啊！此人未经今天，我一直对他口出狂言，我……周静白，你真是害死人呐！还好我已经道歉认错了。叶晨，你到底是谁？先起来吧。起来。是。就是你们对尊上不敬，冒犯尊上，来人，将周家父子拖入死亡监狱，处以极刑。你们不能对我动手！周家，我皇宗主山本真一的器重。尊上，我承认你很了不起，你敢对我国皇族不敬吗？你敢对山顶皇族不敬？哪个？山本家主，您来了。这是我儿子周星河。快拜见山本家主。见过山本。拜个！山本家主，你这是……让你们这个取出神剑，这点小事都办不到，废物！是我们没有。原来你们夺取神剑，是想献给倭国。哼，赵雪清，山本家主能看上你们的神剑，那是你们的福气，还不赶紧献上来！献上神剑，本家主可以给你一次机会，伺候我做倭国皇族的皇妃。大胆！尊上的女人，你也敢染指？你的美色也很不错哦，还有你女王公孙女王对吧？妖气很有韵味，大侠的女人真不错，你们3个都可以做我的皇妃。山本真一，你虽然是倭国皇族，但这里是大夏，休得放肆！
本家主给你们机会，去看得起你们。省里面口出狂言，分明是没有把山本家族放在眼里。7年，山本皇族犯下大错，跪求本尊原谅，并保证以后世世代代宽仁厚礼。看来3000年过去了，他的后辈早就亡到九霄云外了。你就是尊下大夏女皇宫财神府武神殿背后的人。7年山本皇族未灭，是尊上仁慈，否则哪有你们的今日？赶紧向尊上下跪道歉。让倭国皇族向他道歉，这配吗？尊上，若是你向我道歉，恳请山北皇族，还有女皇宫、财神府、武神殿，统统归顺山本皇族，否则都不要离开这里了。放肆！绝不会投靠倭国。财神府所有的财富都是尊上的。神女，老奴上次跟你汇报，近年大夏境内暗流汹涌，武神殿也遭外敌染指，这罪魁祸首就是山本皇族及其背后的诸神殿。爸爸，这些倭国人好坏。那今天就全解决了。一群老顽固！山本皇族在倭国历史上声名显赫，如今在全球也是最强大的家族。就连大夏国主见了都要以礼相待，跟着他，3大势力只会没落。投靠倭国皇族才是光辉大道。给你们机会加入山本皇族是你们的荣幸，我要不是抬举啊！两个将死之人，还敢在本尊面前犬吠！我周家已经投靠了山本皇族，我现在不怕你了。来呀，来呀！你们现在敢动我吗？你要是不归会山本皇族，死的只会是你。我的人谁也动不了。是吗？爸，救我！怎么回事？我也。人呢？他们人呢？2个大活人怎么突然就不见了？他们变成骨灰了。让你嘚瑟，是你变骨灰了吧？别给眼了！胡说什么？人只有进了火化炉，经过上千摄氏度的高温烘烤，才会化成骨灰。山本真一，你对尊上一无所知，尊上无所不能。冒犯尊上是你这辈子犯下的最大的错误。装成内鬼，分明是魔术的把戏，想吓唬本家主。你觉得这是魔术？那接下来就轮到你了。想给我动手，你配吗？好强大的内力！他们是诸神殿4大护法，你是诸神殿主。什么？山本皇族家族居然是诸神殿主？这诸神殿的势力近些年可是名震全球啊！武神殿虽强，但也仅限在大夏内。诸神殿的势力可是遍布整个全球啊！听说最近武神殿有不少成员都惨死在诸神殿手中。诸神殿来势汹汹，诸神殿主都亲自到来了，这次恐怕真的是要打算打了武神殿。这就是你的武器？死到临头还在装，住手！小心，小心！那小千很厉害的，他们伤不到我和爸爸。可是被诸神殿4大护法包围，死定了！雪清也要被他给连累死了呀！这大胆！山本真一，你敢对尊上不敬，即便你是倭国皇族，我也必杀你！第5里，孙富贵、孙灵荣，你们的尊上已经落入诸神殿手中了，还不赶快投降，向本殿主下跪！两个，你在笑什么？呀，
看来你的属下都不在乎你的性命了。大夏人就是这么薄情寡义的吗？山本真一，我们笑你蚍蜉撼树不自知。你的四大护法若对我出手，我只能认栽；但是对尊上出手，区诸神殿四大护法想要挟尊上，痴人说梦。他们四尊上弹指可数，就这4个，小气都能揍他。本店主已经看破你们的诡计了，只不过就是虚张声势罢了。诸神殿四大护法是山本家族千里栽培的绝顶高手，4人联手，可天下无敌。这次你也有办法，对吗？几只蝼蚁罢了，你若厌烦，立刻碾死。我相信你。小鸡也相信爸爸。事到临头，还在本殿下面前秀恩爱，去地狱秀吧！杀了他们！四大护法出手，他们是杀了他们！明晚不灵，自寻死路。是吗？即便你是武功盖世，能打住四大护法，但是我也有后手。你说吧！不要！子弹定了，这怎么可能？你救了我这么多次，这一次换我救你。这是怎么可能？子弹怎么停留在空中？你怎么这么傻？我不会有事的，你还有我的子弹。我哪知道你不怕子弹，身体不受控制的就动了起来。我没事就好。不可能，这一定是假的！你差点害死我妈妈，你完蛋了！一切该尘埃落定了。不可能，你哪里是谁？诸神殿四大护法和诸神殿主都死了，那是神仙吗？让为敌，自寻死路。害怕是我有眼无珠，冒犯了你，请你恕罪。求尊上恕罪，求尊上恕罪。尊上，诸神殿主和四大护法已死，不过诸神殿的势力遍布全球，接下来怎么办？这些你自己处理即可。是。宴会结束了，我们回家吧。小七还要上学。我不要。走吧。叶晨，你为什么要帮我这么多忙？你可别说相亲时你就对我一见钟情了。其实，你是我3000年前的妻子。虽然你让我感觉似曾相识，但这种话我可不会相信。想起来了，我都想起来了。陈哥哥，是雪晴不好，让你等了3000年。